嗨，大家好，我是探兵叔，今天是2026年1月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1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22天。前线总共发生了221次战斗，其中44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48次在胡里亚波尔方向。俄军前天晚上到昨天早晨共发射95架无人机和1枚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乌军拦截了这枚弹道导弹和81架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报告称，截至12月至1月，其每天供应超过1500架沙赫德拦截无人机，这一急剧增长显著提升了乌军的防空能力。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将军表示俄罗斯目前每天生产超过400架沙赫德无人机。他补充说俄罗斯已组建了约8万人的专用无人机系统部队，计划在2026年扩充至16.5万人，2030年将接近21万人。一名呼号米格尔的乌克兰士兵隶属于第1020防空部队，在一个夜班中使用拦截无人机击落了24架俄罗斯的沙赫德无人机，差不多240万美金就没有了这一壮举已经得到了野蜂团队的确认。目前战场的这个态势来看根据双方的这个信息俄乌战争似乎出现了反转，也就是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红军城乌军单日打退俄军84次进攻，俘获俄军32辆轻型战车，直接击毙俄军750人。乌军第46空降机动旅士兵击退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大规模进攻，俄军此次出动大量装甲车辆和步兵发动袭击，46旅摧毁敌方2辆坦克、2辆装甲车以及3辆布哈卡运输车。据统计，此次战斗击毙俄军59人，击伤6人。克里米亚克赤市附近的巴赫罗沃和邦达连科沃一带出现乌军无人机活动，俄军在克赤的防空系统已启动，这是俄罗斯方面的报道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神出鬼没根据这个乌克兰安全局说法乌克兰长城无人机在2020年1月6日到7日夜间对俄罗斯境内科斯特罗马州的俄军第100号主要导弹与炮兵装备总局弹药库实施了打击。该弹药库距离莫斯科500到600公里，离乌克兰边境大概是900公里，属于俄罗斯后方深度战略设施。袭击引发了长时间连续2次爆炸和巨大的火光，当地居民被部分疏散。根据媒体报道称，这是乌军最深一次打击，摧毁了俄军第100号战略级弹药库，这个让俄罗斯损失惨重无人机部队的这个司令官马加尔之鸟说，1月2日至7日，就这5天时间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轰炸机在敌占区纵深击中21个目标，成功袭击了叶列茨能源军事工业综合体、新库伊比谢夫斯克炼油厂、阿尔梅季耶夫斯克石油枢纽，在这个达达斯坦共和国成功袭击了阿菲普斯基炼油厂、梁赞炼油厂、亚罗斯拉夫炼油厂，还有个叫基洛沃切佩斯克化工厂。很多这个战果非常丰厚这都是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的杰作一个月要给俄罗斯造成20-30亿美元的损失。1月7号，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另一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这艘长274米的空载油轮正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装载石油，结果在土耳其黑海沿岸30英里处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这个还用说吗？这不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叫鄂尔布斯号。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战争已经升级了？不知不觉中，怎么叫升级了呢？这个乌克兰已经不满足于美西方对俄罗斯采取这种制裁，对石油限价，觉得这样解决不了问题，那
乌克兰开始用无人机轰炸俄罗斯的炼油厂，对吧？石油基础设施、码头、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油田、采油井。现在觉得这个还不行，还不过瘾，要继续打击俄罗斯的这个战争的钱袋子。所以乌克兰开始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影子油轮。这个普京为此还放过话，对吧？对乌克兰进行恐吓。结果这个事越搞越大。为什么叫升级呢？乌克兰说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这还说得过去。他不仅在黑海在地中海，乌克兰人也这么干。结果现在美国那更狠了跑到北大西洋，还有这个委内瑞拉那附近，把俄罗斯2艘影子油轮直接给他扣了。这个事情非常大你看看这个好像不是孤立事件，地包老人即便有9层内裤，差不多也该扒干净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就随便数一下，2022年应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呢？布达佩斯策划把克里米亚大桥给炸了，到现在还没修好那个铁路桥。虽然这个梅德韦杰夫一再威胁，谁要炸克里米亚大桥就扔煤气罐，结果乌克兰人就不信这邪，就要把你桥炸掉。梅德韦杰夫对吧？没敢扔煤气罐，反而把自己的这个帖子给删掉了，这不就是内裤被扒掉了吗？俄罗斯人不过是色厉内荏像疯狗一样的天天叫唤，煤气罐就挂嘴上。第二次是那个瓦格纳的头子普里戈金，对吧？才带多少人呢？直扑莫斯科，你看把莫斯科那高官把大地吓得大号尿不湿的兜不住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一次不好意思，特朗普把地包老人的内裤又扒掉一层，这个脸打的可以说啪啪的，让人看清俄罗斯真的就是个贼炮，对吧？打贼炮这俄罗斯没输过一个比一个能说，5夫1娃1金。但是特朗普一跟他玩硬的，全部哑火傻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特朗普活捉了马杜罗之后本来把地包老人就吓得不轻，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分析过他倒不是担心地包老人要这个泽连斯基或者是特朗普或者别人对吧？外国这个敌对势力要去把他抓走，这个他倒不担心他主要是担心身边对吧？这些平时看上去奴颜卑气的对吧？这些点头哈腰的忠诚绝对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不能相信。地包老人用对吧异常谨慎的眼光在审视他身边的这些高官看看谁有可能跟乌克兰勾结，看看谁有可能跟特朗普勾结，要出卖他，害怕。这还没反应过来的吧？那个梅德韦杰夫又是嘴炮是吧？说要去活捉德国总理莫尔茨，话音未落特朗普居然扣押了俄罗斯的2个油轮影子舰队，这一大嘴巴打的，这怎么回事呢？估计大家都知道了俄罗斯的有一艘油轮叫贝拉1号，这个船18天前就被美军盯上了，在追踪它。这个船很有意思它叫贝拉1号，它是要去委内瑞拉拉石油的。当然了，也可能这个船上有俄罗斯货物，运了什么东西不知道，有可能要交到委内瑞拉，但是这个有待于媒体进一步去挖掘。总之，这个贝拉1号从俄罗斯开往这个委内瑞拉，它就没有靠岸，因为这个美国不是对委内瑞拉已经封锁了吗？什么福特号航母什么硫磺岛号2栖这个攻击舰对吧？这好几个舰队在那儿把这个委内瑞拉围得水泄不通。这个贝拉1号靠不了岸，没办法，只好掉头要返航，要回俄罗斯。他在那儿飘着没用结果这美国人盯上了。按理来说人家贝拉1号人家没去委内瑞拉对吧？没靠岸。如果是靠岸了，拉了石油，你说美国是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吗？对吧？那你说上船检查把人家扣下还说得过去，结果人家都没靠岸，这美国人不依不饶就跟后面追了18天，一直追到哪儿呢？追到实际上就是在格陵兰岛附近，叫格陵兰岛那个什么水道在那附近给他截住。然后这个贝拉1号一看怎么甩也甩不了美国人，他以为驶到公海这美国人就不能再追了对吧？结果这个人家美国人这是叫宜将胜寇宜将胜勇追穷寇这个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大获全胜对吧？他乘胜追击，人家才不在乎这个。结果这个贝拉1号急中生智，立马在船身上涂上了俄罗斯的国旗，亮明身份，这叫亮底牌了他本来叫贝拉1号是个无国籍的这么一个身份，不明国籍。这回一看这个美帝的军舰对吧？还有这个巡逻艇还有什么呢？跟着后面追一看摆脱不了，立马亮出身份，他就在船身上涂上俄罗斯的国旗，这就是告诉美国人对吧？我们是俄罗斯的船，你看着办，吓死你。结果这个美国的军舰继续拦截追，一看这一招不行。
行啊，立马啊，大家知道吧？这个俄罗斯是派了核潜艇去保护这个贝拉1号。这个核潜艇一般的啊，不可能让敌对国家给它拍到，就是媒体啊，或者是就是那个巡逻艇啊，那个有摄像机。你想想，俄罗斯的这个核潜艇怎么可能让美国人拍到呢？它一般都在海底，对吧？你除非用声呐什么的，对吧？你捕捉到它。也就是说啊，俄罗斯的核潜艇是故意浮上水面，也就是示威，让你美国人看一看，我在这儿呢，这是核潜艇啊，小心我给你来一发鱼雷，是吧？结果美国人不在乎，根本就直接上去啊，是几艘直升机，对吧？三角洲部队啊上船，先把驾驶舱控制，再把那个轮机舱控制，让船掉头就开往美国。俄罗斯的核潜艇在那儿愣住了，跟个傻子呢，在那儿没有任何动作。也就是你看啊，这美国人这一搞啊，把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嘴炮是吧，就相当于抽了2个大嘴巴。俄罗斯人连着吓唬的吧，先是亮国旗，再是亮核武器、核潜艇，人家不在乎，就把你船给劫持扣走了。你能怎么着？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都是显示普京的软弱、色厉内荏。这个不要紧啊，在俄罗斯国内啊，据说引起了非常大的舆论的反响。就是俄罗斯的那些强硬派啊，纷纷指责啊，这个普京软弱。最主要的是，这个英国的国防部啊，1月7号好像也发了一个新闻，说在英国的这个支持下啊，美军扣押了那个贝拉1号。怎么跟英国还有关系呢？实际上，英国在那个是不是爱尔兰是吧？也那边有基地，那个他们要策应美军呢，提供加油、提供后勤、提供保障。这是英国啊，也就是说啊，应该是美英2个国家联手。这么说的话，这个特朗普恐怕是铁了心要给普京的颜色看一看。不是前2天大量的这个美军的装备飞往欧洲吗？那这些装备很有可能就啊，对吧？应该在英国的基地啊，这些什么侦察机啊、加油机啊这些东西的吧，就专门对付核潜艇的，为这个美军这次执法扣押这艘船，对吧？提供保障。当然了，我看还有说法国也提供了支持。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认为，俄罗斯应该采取军事手段反击美国，比如用鱼雷击沉几艘属于美国的快艇，扣押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等同于侵犯俄罗斯领土，不可接受。俄罗斯应报复美国，唯有让美国付出代价，才能迫使美国保持克制。但是啊，到现在为止啊，普京一直在沉默。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第1副主席朱拉夫列夫表示啊，需要向美国做出军事回应，要么用鱼雷发动攻击，要么击沉几艘美国快艇。嘴炮是吧？敢不敢来真的？西方消息称啊，俄护航兵力在美方登船过程中未采取积极行动，显然意在避免与占据绝对优势的北约空中力量发生正面冲突。美军趁机速战速决，抢在俄增援抵达前完成扣押。莫斯科认为五角大楼及其盟友的行为是对俄联邦主权的武装攻击，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即为俄领土延伸。专家指出，美英大批特种飞机的参战，把所谓例行扣船升级为国家级侵略。俄罗斯人啊，给这个事情定性还是很严重的。那是美国侵略了俄罗斯啊，挂有俄罗斯国旗的这个油轮呢，那就视为是俄罗斯领土的延伸。但是俄罗斯人还能说什么呢？挨打要立正，对吧？有什么委屈憋回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啊，说莫斯科正在密切关注有关美国军事人员在悬挂俄罗斯国旗的水手号上登陆的报道。什么意思啊？那意思还是莫斯科还搞不清是吧？还是通过媒体才知道啊，说美国不应阻碍水手号船上的俄罗斯公民迅速返回祖国。这个拉夫罗夫的表态很有意思啊，因为美国啊要把这些人呢带到美国去审讯，牢是要做的啊。结果拉夫罗夫说啊，要把水手号，也就是这个贝拉1号啊，俄罗斯公民你要给我放回来。那言下之意就是船我不要了，人你给我放回来。你说什么时候变成这么怂呢？勒令对吧？美国人把那个船加满油，让人家开回来，否则的话就是核武器伺候啊。俄罗斯要求美国确保水手号船上的俄罗斯公民受到人道和有尊严的待遇，并尊重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这个好像跟那个普京的硬汉这个人设不一
一致啊。普京不是一再宣传他能保护俄罗斯领土吗？让特朗普把他船给抢了，战斗民族的内裤再次被一把扯下啊。这个普京以为啊，对吧？我这样亮出俄罗斯身份，然后核潜艇露个面，对吧？都是道上混的，给个面子，大哥要面子。结果特朗普他不按常理出牌啊，这人不讲武德，大哥面子没了，内裤也掉了。我们联系到这个美国国务院前几天提醒，对吧？在俄罗斯的美国人要注意安全，这个是一套组合拳啊。看样子这个美国准备给俄罗斯要上点眼药了。你看他这么一搞的话，俄美关系肯定要，对吧？要急剧的这个恶化，很有可能俄罗斯国内那些好战分子就开始要宣传仇美，那你美国人在那儿就危险了。特朗普一不做二不休啊，这还没结束啊。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特朗普总统已为一项延宕多时的强硬对俄制裁法案开绿灯，同意这两党法案在国会推进，最快可能于下周进入表决程序。该法案旨在对购买俄罗斯能源与油等出口品的国家实施惩罚性关税与二级制裁，以加大对莫斯科的经济压力，终止俄乌战争。格雷厄姆周三就是1月7号啊，证实他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后啊，特朗普已正式批准推动这项由他与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共同起草的法案。根据立法内容，美国总统可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及其他出口品的国家实施最高500%的关税。此外，法案还包括二级制裁，这意味着与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的外国实体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格雷厄姆直言，此举是为了打击那些购买廉价俄罗斯能源、资助普京战争机器的行为。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已被列为这项制裁立法的潜在目标啊。特朗普以前一直是反对的啊，现在特朗普已经支持了。这个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说特朗普批准对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征收500%的关税法案。知情人士称啊，印度正在要求炼油商每周披露俄罗斯和美国原油的采购量，并补充说啊，犹如新德里寻求与华盛顿达成贸易协议，他们预计俄罗斯原油进口量将降至不足100万桶每天。以下啊，5位行业和政府消息人士称，印度石油部和石油规划与分析中心要求炼油厂每周提供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进口信息，并称这些信息是总理穆迪办公室所要求的。这个特朗普啊，他4号警告称啊，如果印度不按照美方要求限制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可能提高对印度产品征收的关税。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回答记者有关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时说啊，印度确实与俄罗斯有贸易往来，我们可以很快提高对他们的关税。你看，至少从这个几个信息来看啊，特朗普现在把压力啊给到了俄罗斯这边，大耳光子也上了，对吧？这个二级制裁马上要上，看看普京怎么应对吧。所以你看啊，普京最近突然沉默了，这个泽连斯基最近你看兴高采烈啊，简直是大丰收啊！我说这个泽连斯基后槽牙都露出来了，开心呢。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啊，他说印度最大的炼油企业信实工业公司表示，本月不再接收俄罗斯原油，导致1月印度的俄罗斯原油进口量可能降至近年来最低水平。这个印度的信实工业公司啊，是印度最大的这个民营的这个炼油商啊。路透社说啊，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印度1月放弃进口俄油，这个可以说是对俄罗斯叫釜底抽薪啊。泽连斯基有理由啊，暂时高兴一下，但是说过2天怎么样，这也不好说啊。这个因为特朗普这个变化比较大啊，多变，但是至少现在泽连斯基可以，对吧？这个放下心来啊。巴黎会议结束后，志愿联盟领导国乌克兰及美国签署了题为为乌克兰实现坚实而持久和平的可靠安全保障的联合声明，这个又进了一步，对吧？这个就把北约第5条啊细则，对吧，落实，现在又进了一步，联合声明先签上，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啊，最终的版本应该各个国家要经过各个国家的议
议会，相当程序啊要走完，你不能光几个领导人在这拍脑门签个字，那不又是一个布达佩斯协议吗？没用的啊，就是各个国家回去自己还要走程序，然后还有这个细则，对吧？到时候万一俄罗斯再侵略，那到底怎么响应，对吧？怎么派兵，怎么打，这个比那个北约第5条还要详细。声明指出啊，说各方表达了加入一套在政治和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体系的意愿，该体系将在乌克兰实现停火后启动，作为安全协议的补充，并依据相关各方各自的法律和宪法规定实施。你看啊，也就是说各个国家自己还要回去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那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法律了啊。声明写道，我们强调对依据联合国宪章原则实现乌克兰公正持久和平的承诺，并欢迎已取得的进展，特别是美国、乌克兰、欧洲及其伙伴间谈判的成果。志愿者联盟表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对保障乌克兰自身及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未来的集体安全至关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啊，也就是欧洲出钱呢，乌克兰保持一支70万人的军队，这个军队肯定是作为乌克兰这么小的国家，70万军队那确实多了，但是这70万军队是为了用来保护欧洲的。我想啊，这个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过2年啊，俄罗斯侵略这个波罗的海3国，恐怕乌克兰就得上，因为乌克兰的70万这个部队那是现成的，对吧？欧洲北约这些国家这军队七零八落的，这儿有一点那儿有一点，之间还有协调问题啊，打仗不是那么一句话呀。所以说乌克兰的这个军队啊，是欧洲安全的保障。这个泽连斯基8日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乌克兰与美国关于安全保障的双边文件已基本准备就绪，即由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高层级完成最终敲定。泽连斯基表示啊，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汇报了与乌方代表团在法国巴黎谈判的成果。泽连斯基强调，乌美双方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基本框架等复杂问题。乌克兰方面提出了最终敲定该文件的可能方案。他表示啊，美方将与俄罗斯方面沟通，乌方期待获得明确反馈，以确认侵略者是否真正有意愿结束战争。泽连斯基指出啊，说俄方近期发动的袭击清楚表明俄罗斯并未调整其战略优先事项。他呼吁国际社会同步加大对俄罗斯压力。这个话说的啊，也就是特朗普那边最终还没有敲定，还要泽连斯基跟特朗普是吧，还要面谈。那这个特朗普说白了还是要逼乌克兰要领土换和平，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说啊，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说啊，这个安全保障获得了这个通过，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变数啊。这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雷乌斯表示啊，即使达成俄乌战争和平协议，针对乌克兰的防务规划也必须持续进行。他强调，与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不同，此次需要可靠且长期的安全保障。那如果停火协议一签，志愿军团就要进入乌克兰，这普京能答应吗？他本来侵略乌克兰要给乌克兰去军事化，结果乌克兰军队还增加到70万、80万，这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完了之后35个国家的这个志愿军团啊，部队要驻扎在乌克兰，我觉得普京他怎么能忍得下呢？没法同意，所以这个仗还得打呀。这个乌克兰人的算盘打得不错啊。乌克兰媒体报道啊，他说一旦美国彻底掌握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后，委内瑞拉目前拥有的庞大俄罗斯武器库将被完整转移至乌克兰。这个完全有可能啊！你想啊，这个委内瑞拉变成美国的后花园，那怎么可能容许它部署这个俄罗斯的武器呢？所以这俄罗斯的武器急需要处理掉，对吧？他们可能要部署这个美式武器啊，或者北约武器。那这些俄式武器处理给谁呢？所以这个乌克兰人打起算盘啊，说赶紧把武器送过来吧。说乌克兰将从委内瑞拉获得武器装备，包括92辆 T72B 主战坦克、123辆步兵战车、114辆装甲运兵车、48辆自行榴弹炮，还有什么冰雹啊、龙卷风多管火箭系统。另外啊，最主要的是还有米17、卡29和卡31直升机，以及苏30战斗机和布克，还有 S300这个防空系统。
这不是已经炸掉了吗？对吧？那破铜烂铁的要它干啥呢？关键是飞机啊，并没有被炸掉，也要移交给乌克兰。这个屋漏啊，偏逢连夜雨啊，普京啊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啊，这个伊拉克也出手了啊。伊拉克已决定将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油田国有化。这俄罗斯的卢克石油公司在伊拉克不也有油田吗？不好意思啊，让伊拉克收回去了。普京啊，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消停，也许是在憋什么大招，我们拭目以待。好，这一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